男一个外号状元的这个男子，早一暗互人家压去，互人家凌迟苦毒了后，甲载去等伊的病院。经过抢救，也是救无倒来，王生路家属是真伤心。警方是透暝来侦办，带回5个查甫的甲一个查某的，讲这个死者可能是牵涉到土地开发的利益甲纠纷，才惹到这个死劫。警方正在调查，家属是希望会当赶紧互死者入土为安。47岁林先生去凌迟到死，等伫咧病院。家属接到这个消息，赶过来是真悲伤。代志过一天，心情赶快歹恢复。赶快知道说他到底是在哪里被他们，我们真的是希望他能够入土为安啊。家属希望死者会当入土为安，互死者一个交代。警察半暝啊，甲5个查甫、1个查某带转侦办，佮伫咧因聚会所在，找到敢若是犯案的假死。在10小时锁定2处处所及相关共犯，共逮捕共计实施搜索2处哈。那现在已经查扣到8支长短枪以及8支犯案的工具。根据了解，死者配合半暝啊，伫咧台南一间舞厅，敢若甲人伫咧冤家，倒尾伫咧网络铺文呛声。过两天暗时7点外，赴朋友约去汉堡店食饭，敢若互设局捡真侪人押走，所以就互凌迟到死，半暝1点互等伫咧病院路口。警察就伫咧调查，这有可能和涉嫌土地开发的利益纠纷有关系。抓到的其中的共犯，有人是拍摄影片的吗？这部分我们还在厘清中。主嫌是没有帮派背景。敢是因土地利益纠纷引起命案，伫咧地点内底是办什么款的角色？警察讲，还有别个涉案的人也未到案，即马当伫咧调查当中。现主时传出还有其他势力当伫咧摇蛇，加上嘛呼吁大家要较冷静咧，唔通阁有冲突发生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